娘，俺不在这儿待了，你带俺回家吧，娘！娘，你看，长庚死了，俺要跟娘回家。娘，咋就你一个人来了？俺娘呢？是啊，俺娘也没来。俺是死着来的，你们娘不知道。娘，俺不回去了。俺听娘的话，俺不走。让五毛跟丫头，让你把五毛带走。娘，他们怎么打啊？是不是要逃？好，给我狠狠的打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一个！是，打！再给我往上冲，冲！再给我往上冲！你怎么来了？俺来查俺儿子。师子，快点听哥走！走？想什么呢你？他有病，他病，他打不了仗。谁说的？俺不病。别给！他脑子确实有病，放了他吧。放了他，谁还跟我打仗？哪来地呢？你这人打的已经差不多没剩多少了，现在一个人顶好几个人使，少一个都不行。我求求你，放了他们吧，他们都是孩子，别让他们再去送死了。少废话，等我回答。你，还有你们，都给我出路！孩子们，谁也不许去，谁也不许去！住嘴！别看你是师座妹妹，要敢扰乱军心，那我也绝对不会留情。求求你了，他们去，他们要去就是送死啊！求求你了，放了他们吧，俺不让他们去，俺都不让他们去，求求你了。那就你去。娘，你不能去！怎么不能叫娘去？有种都给我来，咱们活着去！走！冲！上来上！谁也不许动！是娘你冲！孩子们，谁也不许去！娘替你们去，娘替你们去啊！孩子们，娘替你们去。连长，你看，怎么还跑出老乡？停止射击！停止射击！娘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撤！撤！快撤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再不撤的话，就会被空军拉去当俘虏，然后抽了你们的筋，扒了你们的皮。要想活命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撤！这几个，你们也都给我撤！俺不撤！俺也要俺娘！那叫娘来给你收尸吧！这几个，
咱们就撤吧。要没了娘你咋活呀？不能叫娘的我白做了。阿福，娘，天明哥，咱们走。娘，娘，娘。 娘，娘，站稳！快，把娘背下去抢救！快！婶子，你别着急，这不天给娘已经出去找了吗？俺也托他们得下点咋的。他说一准把天给放回来。他的话哪能信呀？他凭啥会放天给回来？是啊，要是那样，他还抓天给去做啥？俺娘说了，只要他能把天给放回来，俺娘就跟他一起活着过。你说，金锁娘，你婶子，娘，你放心，俺一定能把你伺候好。五宝还有天给，还有八村家那小子，到现在还没一点消息，娘咋放心得下呀？娘，您就别想东想西的了，人家好好在这儿养着，这顾着东顾着西的，啥时候能好？哎呦，这是咋了？就带一个排的人来。主席，领馆还不让带，队伍都排到十里沟去了。我看他成心，就要叫我们来送死。我他妈也看出来了。天宇哥，你跟进，千万别给打散了啊！俺跟着呢。不许撤，给我顶着！啊！谁要敢临阵脱逃，老子先毙了他！给我上！上！我出！啊！走走！这不俺西姑他们村吗？啥？西姑村？走，咱们去他家躲。哎。俺枪掉了，枪不用了，走。师傅，多狠狠的打，绝不能放跑一个，明白？哎，不成，俺得出去，孩子跟他爹还在地里头呢。哎呀，你没听外面枪吵不动，人家不要命了啊！就是因为这样，俺才一定得去呢。七姑，七姑。五宝，奶奶！哎呀，五宝，天给，天哥，快进来！哎，你八公家那小子呢？俺没看着，俺就跟天哥在一起来着。你也是，也不好好长着点眼。他没跟俺们分在一起。把门关上！快到里屋待着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娘，娘出去看看。你看，咋打到家里来了？你们给我从前面突出去！我们突出去，那你呢？你们不用管我。不用管。
老子今天跟定你了。怎么？你敢违抗命令？那我就军法从事。你小子有种就开枪！赶快投降吧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要是敢继续顽抗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天赐，天赐，天赐，你敢作证？哥，营长，怎么天给也在里面？天赐，你敢作证？这是你不要命了你！你们守着门口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，家里有人坐月子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啊！好啊，又是你们俩！别开枪！老子今天非崩了你们！哎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俺告诉你，俺弟可是八路军的营长，他就在院子外头。天给，你要是敢开枪，俺弟饶不了你！天给，你别说了。你就是天给？是俺，咋了？外面的真是你弟？哎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脑子有病，他彪，外面根本不是他弟，他那是瞎扯呢。俺不彪，俺就是。你要再瞎扯一句，奶奶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。太太，你就听奶奶的，啥也别再说了。是啊，天给哥，你就听奶奶的吧。带出去。营长，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们就冲进去，把你哥救出来。先不要动，不能伤了里边的老乡。再等等看，看看里边有什么动静。你真的是天给啊？他是俺孙子。那这个是谁？这是俺儿子。这真是太好了！你出去告诉那个天给的弟，叫他马上撤，要么我就要了他哥的命，还有你闺女他们。一个彪子的话，你们也信呀？你去还是不去？啊，俺去。你把枪放下。赶紧去！你们要是让俺带一个出去，俺就去。可以，我可以送你点甜头，但这个天给不行。你跟他去。其实他才是天给，他不是。娘，真的，他是天给。别再跟我耍什么花样，我早就见过他，他就是天给。老子不管谁是天给，就要他一个。我看两个都留下。天给，等着奶奶啊！奶奶一定救你出去。七村，看好孩子。告诉他们别开枪，他们的人要出去。是。外面的别开枪，你们的人要出去。都听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开枪。大娘，大娘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俺闺女家。李营长，天给还有他们压着呢，他来这儿干什么？天给也是被抓去当兵了，他和五宝是逃到这儿来的。李营长，他们让俺告诉你，只要你们撤了，他们就放了天给。大娘，我们不能撤。那你们要是不撤，天给可就没命了。大娘，这儿是战场，我怎么能因为我哥而把敌人放跑了呢？那你就不要你哥了。那万一天给有啥闪失，你两个娘可咋办呢？
你往后咋见他们呀？李营长，俺知道这队伍上有队伍上的规矩，这里面要是关着俺孙子，俺不拦着；你们要他，俺不拦着。俺找个地儿偷偷哭一场，哪怕一头撞死，俺保证不会说半个不字。俺掂量得出哪头重哪头轻，该舍的俺就得舍。可天给他不一样啊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一个只有7、8岁大的孩子，他身上背着2个娘，背着全村老老少少的一份情啊！你不能把他只当成你的哥呀！刚才俺奶奶骗他们说俺是天给，想把天给当成俺给领出来，可他们说啥都不让。李营长，俺替你2个娘，替全村的父老乡亲求你了啊！你要是一定要打，你放俺回去，俺去护着天给，要死俺跟天给一块死。大娘，你别说了。营长，撤，把队伍撤到村子外，见机行事。是。撤！他们真的撤了，我们也撤。你跟我走。俺不跟你走。不走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你不是说八路撤了你就放了他的吗？他把我们送出村子，我会放了他。俺不走。真不走？不走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先出去，杀了你弟，然后他杀你。哎，别，你别碰俺弟，别碰俺弟。走不走？俺跟你走，俺走。天给，快跟上！哎，你不说俺们出村就把俺给放了吗？这不是还没出村吗？啊！等甩掉了八路，我送你回家。啊，走！你这个人说话不算数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老子马上回村里，先杀了你弟弟。别，俺跟你走，俺跟你走还不行吗？不就对了吗？走。七翠儿，娘，他们带天给从后窗跑了，叫八路赶紧去追，保护好他们，跟我来。五宝，你也去。五宝不能去。娘，七翠别怕，有我呢。这是我媳妇儿，她吓坏了。这是俺闺女，你是俺女婿。五宝，快去看看天给，快去呀！那边又打起来了，走，七翠，咱也去看看天给。俺跟你们一块去。不用，我跟七翠去就行了。娘，俺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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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闺女！报告营长，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了。天给呢？俘虏已经清点过了，没有发现天给。什么？
天给哥。打扫战场，再仔细检查一遍。是。走。咋了？天给还没找着？估计是漏网的敌人给带走了。那你们还不赶紧再去找啊？大娘，我也想赶紧把我哥找着，可我毕竟是一营之长，我不能只顾着我哥。奶奶，俺要跟李营长走，俺要参加八路。你，五宝，五宝啊，你还太小了，等过2年我一定带你走啊！俺不小了，你看俺的个头都快赶上你了。奶奶，五宝啊，奶奶不是不让你走，这万一哪一天你在战场上跟你哥遇上了，那你可咋办呢？奶奶放心，俺不会打俺哥的。哎呀，到时候都打红了眼了，谁能说得好啊？五宝，你就听奶奶的，你不能去。五宝，你就听奶奶的，跟奶奶回去啊！俺不回去。你们要是不收俺就去找别的队伍，俺就不信八路不收俺。你给俺站下！一个个好的不像，脾气倒都随了你娘，一个比一个主意大。那你就跟着去吧。可是五宝，五宝，奶奶可告诉你啊，你是咋去的，就跟奶奶咋回来。要不奶奶和你娘可不能依你啊。奶奶放心，俺跟着李营长，准保不能有事儿。哎，你不能起来！李营长不是已经去了吗？婶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李营长一定会把您儿子带回来的。娘，婶子，李营长，这不，李营长回来了。李营长，天给他们追上没有？追倒是追上了，但是没能找着我哥。进屋等吧，都等了大半夜了。娘，咱回屋等吧，啊。你们也赶紧回去吧。回去。俺们回去，娘也回去。回去吧，那些人的话你也信？他们咋会把天给放回来？姥姥，俺得去找天给。哎呀，你要走了，笑笑可咋办呢？他还指望你这娘呢。你先顾好笑笑，明儿姥姥替你去找啊。走，先跟姥姥回去啊。走。娘，
我把战场仔仔细细地打扫过，没有发现我哥。我想我哥肯定是被漏网的敌人给带走了。这可咋好啊？万一天给有个啥闪失，俺咋对得起你娘？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我哥的。婶子，天给，这是咋的呀？我把天给带回来了。婶子，天给，啊！你咋伤成这样？没事。天给啊，赶紧回家告诉三宝一声，再叫他帮着请个先生来。不用，快去！哎。不许说这些，你不会死，俺也不能叫你死。你还是真打算给我当媳妇儿？怎么？你以为老子拼了性命回来，就为了这？你太小瞧了老子！我答应把天给带回来，老子他妈说话算话。你放心，俺也会说话算话的。这句话我也能避了。俺告诉你，不许说这些，听着没？老子没有跑日野外，那死在这家炕头上，这辈子是了。娘！娘！天给，天给，你回来了啊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姥姥，天给呀，你是从哪儿跑回来的啊？你娘呢？俺娘？啊，俺没见着俺娘，俺是被那个连长送回来的。你说的是那个夏连长？俺也不知道他姓啥。三宝，你快去给他请个先生，他挂彩了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在金锁婶子家呢。哥，你们说啥呢？俺咋听不明白呀？先别打听了，俺这就请先生去。啊，三
三宝，你快点啊！啊！你娘俩这是走两岔上去了啊？俺娘去哪儿了？娘去找你了。啥？姥姥，天给啊，你先去看看笑笑去啊！快去，待会儿啊，俺去你金锁婶子那儿去看看，打听一下到底出啥事儿了啊！笑笑，给你搁点啊。啊。他婶子金锁娘，真是他把天给送回来的。天给救回来的，他是条汉子。你别着急啊，三宝已经去请先生了。不用，他已经走了。走了。你要做啥？金锁娘，你要做啥？俺得把他这身衣裳换下来，不能叫他穿着这身皮走。队伍现在行进到这儿了。师座，您回来了。上峰有什么指示？你们先都下去。是是。你们抓丁把我外甥也抓来了？还有俺弟。这我还真的不清楚。你不清楚？我一回来，他们都跟我说了。师座可不能妄听谗言。你把他们都给我弄哪儿去了？新兵的事，宋参谋在管，我没有插手。宋参谋在哪儿？宋参谋带1连去马家岭了，听说那一带有共军在活动。啥？你把他们送前线去了？怎么？他们不该去吗？他们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？你给我等着！去马家岭。姥姥，俺娘咋还不回来呀？天给，别着急啊，姥姥这就去找你娘。俺跟姥姥一起去。你咋能去呀？你去了，再叫他们抓住了，可咋办？好容易才回来的。天给，听话啊！你在家替姥姥守着三宝、笑笑，姥姥一准的把你娘找回来。好，俺听姥姥的。婶子，俺得回去了。您伤成这样了，怎么能走呢？俺没事儿，俺得赶紧回去看看，说不准天给自己跑回去了。再说，天后他们在家，俺也不放心。那好，
那我派人送您回去。不用，俺自个儿能行。咋的了这个？待在房间别动。师座，快趴下！开快点儿！打死这口水葫芦，一定要抓活的！小王，石头，赶紧把作战计划书扔了，不能落在共军手里。是。别动！你下车！你别破坏石座！石座？嘿嘿，看来我们是逮了条大鱼啊！烈火，营长，烈火，怎么回事？报告营长，我们抓了个国民党师长。师长？怎么是你？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婶子，哥，草儿，烈火，你先去吧。是。你咋到这儿来了？婶子，师座是来找天给的。找天给？草儿，你怎么着也挂彩了？他们打仗把你也捎上了？俺也是来找天给的，天给让你们的人给抓起来了。婶子，抓天给的事儿，师座不知道。这不，师座刚从司令部开会回来，就立马赶来了。去司令部开会，是不是研究下一步的作战部署？你们又要进行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再问了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。婶子，李营长找人给你熬的鸡汤。哎呦，谢谢，快。五宝，哥，你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？俺叫八路给俘虏了，俺就投奔了八路。这不，你们也不是要人给你们当炮灰吗？俺参加八路可是自愿的。自愿打你哥？是你们先要打的。要不是你们把俺抓了去，俺这会儿还在家守着俺娘呢。俺要是回去了，保不齐哪一天还叫你们给抓走了。五宝，就别老你们的成吗？抓丁的事儿，师座根本不知道。那也是你们的人干的呀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五宝，你先去吧。那你可不许把俺哥放走了，这回说啥也得叫他回家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放他们走的。去吧。五宝，哎呦，你不是让中央军抓走的吗？咋穿上八路衣裳了？中央军给打败了，俺就参加了八路。姥姥，你也是来找天给哥的？天给已经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有人把他送回去了。那你是来找天给婶子的吧？婶子在营部呢。营部啊，俺哥跟那师长都在。他们咋会在这儿啊？啊，他们叫八路给俘虏了。啥？我有。营长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走吧。哥，你先去吧。
会把你咋样。营长，你打算咋处置俺哥呀？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把作战计划供出来。娘，敌人又要组织新一轮的进攻了。我们如果掌握了他们的作战部署，就能够粉碎敌人的阴谋，避免大规模的流血牺牲。俺哥要是不说呢？我就不能放他们走。石头啊！石头，石头，娘，姥姥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草啊，你咋挂彩了你啊？不碍事儿，娘，你要不碍事儿，真的不碍事啊。娘，俺不骗你，娘你咋来了？是不是家里又出啥事儿了？没出啥事儿，娘是来告诉你呀，天给已经回去了。天给回去了？回去了，叫他们一个连长给送回去的。是夏连长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下我跟娘可都放心了。李营长，那石头跟大宝想叫你们给抓起来了。啊？是五宝跟你说的吧？哎呦，你先别管谁告诉俺的了，他们在哪儿呢？俺要见见他们。啊？李营长，你就叫俺见见石头吧，啊！你还怕俺把他放跑了不成？姥姥，哎，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说。我想请姥姥帮我们一个忙。哎呀，只要能帮的，俺一定帮啊！要干什么？还要上茅房。去吧。玩，哥，五宝，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俺哥石座放出去？这事俺可不能干。那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哥在这儿等死？营长不会叫你们死的，一准不会。只要你们把那个计划说出来，营长就能放了你们。石座是不会说的。那你替你们石座说。俺啥都不知道，你叫俺咋说？就算俺知道了，俺也不能出卖石座呀，那俺成啥了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没干啥，是不是想帮他们逃走？俺哪能干那事儿？你回去。师座，咱们该咋办？能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吧。俺觉得他们不会把咱咋样，就冲天给审的，他们也不会。我是担心那份作战计划别真的落在共军手里。要俺说，干脆交给他们得了。我是党国的军人，怎么能做那种事？石座不是也不想打仗吗？我是不想打仗，可我是军人，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节，
不能因为贪生怕死就做那种苟且之事，让人耻笑。姥姥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俺就试试看吧。姥姥，你一定要想尽办法，帮我们把黄市长的工作做通啊！可是这事儿啊，俺心里还真没底呀。子大不由娘，这石头他也不全都听俺的。如果不行，我们只好采取第二套方案了。娘，这可是关系到好多人性命的大事啊！您一定得听李营长的。娘明白。姥姥，你可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千万别说漏了。嗯，那咱们走吧。走吧。婶子，我们走了。姥姥，就全看您的了。娘，你咋叫五宝又参加队伍了呢？五宝要真是回来了，不定哪天又被抓走了。娘算是看清了，老百姓要想过太平日子，不把这些祸害人的队给收上，就永远没法太平。娘说的没错。放心，五宝跟着李营长不能有事儿啊。咋了？你是信不过娘啊，还是信不过李营长啊？俺不是不信，这五宝是去参军打仗的，他能老让人李营长护着？那他去参加队伍做啥呀？要真打起仗来，五宝不是孬种，他得冲到第一个。这话俺信，俺老丁家就不出孬种。俺认了，只要是能让咱们乡亲们过上太平日子，俺啥都能受。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五宝他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的。老天保佑，八路多打胜仗。老天保佑，俺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。老天保佑，八路多打胜仗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俺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。老天保佑，八路多打胜仗。老天保佑，俺哥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。老天保佑，俺哥平平安安的回来。
来琢磨去，还是有些担心。你是担心你哥？俺不光是担心俺哥，俺也是担心你。万一你冒充天给跟俺哥去了，让俺哥看出你不是天给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可是如果你哥执意不肯交出那份作战计划，也就剩这条路了。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敌人的作战计划搞到手的。那你冒的风险太大了，万一有啥闪失，俺咋对得起你娘啊？我母亲如果在，我相信她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。还有，我这次去还可以找机会和黄师长谈一谈，争取让他投诚起义。投诚起义？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可能有机会避免这次战役，让咱老百姓少遭点殃。要是这样，俺现在就跟俺哥说去。哎，你先别去，眼下还不是时候。你哥他肯定不会同意的，搞不好，今后的工作反而更不好做了。娘，姥姥，咋样啊？俺哥答应了。娘，石头他死活都不听俺的，他真的是变了，变得俺都不认得了。看来只有按第二套方案行动了。姥姥，你可一定要配合我完成这次任务，这可是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性命的大事儿，是咱老百姓自己的事儿。可按着当娘的，跟你们合起伙来害自个儿的儿子。姥姥，你咋这么说？俺说的不对，你冒充天给，跟石头去了，弄到那份计划，那石头他们不轻等着挨打了吗？娘，李营长这次去，不光是拿那份计划，他还想劝俺哥投降八路，这样就有可能打不起来了。这哪可能啊！俺这当娘的都没说动他，他能听李营长的？李营长，俺娘其实也就是担心俺哥。天底下当娘的不都这样吗？可俺娘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她懂得哪头重哪头轻。这我理解。娘，好，俺答应你。不过，你得给俺下个保，你把那份计划拿到手，那得算石头一份功劳。这要真打起来，你们可不能冲着石头，你把他给俺保下来。姥姥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替你保下儿子。娘，师座，要俺说，
你就该听姥姥的。看着他难受成那样，俺这心里边真不是个滋味。大宝，我们是军人，军人有军人的使命，不能只顾了儿女情长、家长里短。那咱们的使命是啥？就是看着爹娘跟着提心吊胆流眼泪。这些我跟你说不明白，其实我自己也没弄明白。那就等着吧。姥姥一准儿得去求那个八路营长，他也一准儿不能应。姥姥就这么夹在中间，不得给愁死。姥姥，我跟您说的话，您都记住了。我现在就是天给，你可千万别说漏了。俺记下了。娘，你别慌，千万别让俺哥看出来，那样李营长可就危险了。万一有啥闪失，咱对不住他娘。娘明白。我危险不危险还得其次，关键是那份作战计划我们就搞不到手了，那样我们的牺牲会更大，而且老百姓也跟着遭殃。李营长，你跟石头去了，要弄不着那份计划，你不会对石头咋样吧？放心，我们不会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行动吧。娘，天赐俺就托付给你了。草儿，娘懂。天赐，你大舅，俺也托付给你了。娘，我明白。好，那你们快走吧，俺等着你们都平平安安回来。走吧。娘，我们走了。姥姥，我们走吧。姥姥，你可要一定记住我的话，我现在是天给。俺记住了，你是天给。啊！姥姥，俺杀人了！俺杀人了！这是咋了？别出事，快去救你大舅！哎，石头，娘，天给，大舅，大宝哥，石头，娘头前不跟你说了吗？那个连长把天给救回来了。天给啊，是跟娘一起来的。大舅，姥姥来是救你出去的。石头，你们快走！那李营长说呀，要把你交到上头去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可谁都救不了你了。快，你们赶紧走，把天给也带上。好了，俺不走，俺要跟着娘。哎呀，你把八路杀了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你娘也不能饶你呀。师座，娘，那俺走了，您怎么办呢？你不用管娘，李营长是天给他弟，他不能把娘咋样。你就听娘的，赶紧走，要不八路要来了，你们就走不了了，天给也跟着受牵连。快走啊！快！师座，咱就听姥姥的，赶紧走吧。那好，那俺先回去再说。石头，要么
娘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姥姥，你走了，俺娘咋办？你不要俺娘了？是啊，姥姥，俺们带着你，万一八路追来了也不好办呢。石头娘也是没法子，娘就把天给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替娘跟你妹守好天给呀！啊，娘，你放心吧。天给呀，一定要好好的护着你大舅。姥姥，俺知道了。娘，俺走了，走。中国的行宫好像就在这儿，这是曹队。你们这是找啥呢？师座，宝还在。好。这是啥？这是俺们的作战计划。俺不懂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要不他们就追来了。石头，快走！天给，快走！哎，三舅，快快走啊！对。草儿啊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李营长身经百战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这次要不是天给冒死救了俺们，俺们就回不来了。不是俺要救，是姥姥非让俺救。你不是说派去1个连加2个连的兵力吗？他们那些人呢？可能是叫共军给打散了。共军只是小股流窜部队，怎么能对付了1个连加2个连的兵力啊？刘参谋，给我彻查此事，看看到底是哪个连去的。是。师座受惊了，您先好好休息。这人是谁？他就是林副官。你们不是见过面吗？俺才不稀罕见他呢。俺娘跟俺说了，这人就是个畜生。刘参谋，你就说是2旅的1营去的，后面增援的2个连也是2旅的，这能行吗？没问题。你马上去2旅给朱旅长打声招呼，剩下的我来应付。是。大宝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天给有点不太对？有啥不对？我们可是见过2次面，有一回他还差点死在我的枪口下，他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他打小就这样，过去的事儿转眼就忘了。他不彪吗？我看他一点都不彪。俺可告诉你，你别去招他，他可真敢跟你玩命。俺刚才听他跟师座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是个畜生，他要宰了你。是吗？那你也告诉那个天给，叫他来好，我等着。我会让他好好领教领教，到底什么叫畜生。俺看你也没有几天蹦到头了。娘，把这个摘了吧。摘了成吗？没事儿，别让孩子们看见。帮俺把这扣子。三宝，
娘跟姥姥啥时候回来？等姥姥找着娘，就跟娘一起回来了。那要找不着他们咋办？你放心，姥姥一准能找着娘。啊，那俺去村口等他们。娘，姥姥，娘，天给，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娘。娘，你咋了？没事。娘，你咋还挂彩了？没有，就擦破点皮儿。俺才不信呢，都成这样了。快进屋，快进屋，三宝。这咋整的呀？大舅，你这是看啥呢？看我们的作战计划，你是不是对这儿很感兴趣？俺才不稀罕呢。再说俺也看不懂。既然不感兴趣，就赶紧回去，省得让你娘惦记。俺不能回，俺要回了，娘再不依俺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恐怕就走不了了。俺也没想走，俺想一直跟着大舅。你现在还说你是天给吗？就是。那你这枪伤是怎么回事？大舅打的。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俺不能杀他，他是俺大舅。可是他想杀了你。他不会，俺姥姥跟俺娘都告诉俺了，大舅不会。可惜我不是你大舅。你是俺姥姥的儿子，俺娘的哥。你不是俺大舅，你是谁？我是党国的军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俺是天给。天给是谁？是俺娘的儿子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开枪？你要想开枪的话，就开吧。你就是打死俺，俺也是天给。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俺是天给。俺娘说的没错，你是俺大舅。你会护着俺。大舅，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我什么都不想听，把你要做的事都做了，赶紧回去找你娘，要不你想走都走不了。我可不是吓唬你。娘，你这回去见着天赐没？见着了。天赐这是咋了？他也不好好护着点娘，都让娘给伤了。哎呀，这不怪天赐，天赐为了咱们把命都豁上了。啥？把命都豁出去了？娘，天赐他咋了？没有，没咋。三宝，笑笑呢？在俺屋睡着呢，俺去把他抱来。不用了，俺过去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俺没干啥，俺帮俺大舅收拾东西。你是在偷看作战计划。说，你是不是共军派来的卧底？俺听不懂你说啥。听不懂，我会让你听懂的。跟我走！你再不走，我可开枪了。
刘参谋，快走！你知道你不是天给，师座也早就看出来了。那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还有办法，俺就说真是你杀的。再说了，还有师座顶着呢。是。快走吧！你不说这份作战计划能救很多人的命吗？大宝，谢谢你，保重。俺不会有事的。哎，等等，去给天给婶子捎个信儿，让他们先出去躲一躲。好，我一定会的。快走吧！俺要是不杀了他，天给就走不了了。你就别再天给的了，他根本就不是天给，他是八路的一个长官。既然师座已经知道了，为啥还要帮他？我是敬佩他的军人气节。再说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我娘和我妹。我娘竟然把一个共军探子安插到我身边来。他宁可帮助共军，也不愿意帮助我。我可是他的亲儿子。姥姥兴许也是没法子。不是没法子，这也许就是所谓民心所向吧。赶紧把尸体处理掉吧。那等林副官回来了，咱们该咋办？我来想办法。你赶紧跟我娘报个信儿，让她出去躲一躲。俺已经叫天给，那个共军长官去报信了。真是民心所向。姥姥，你咋了？姥姥没咋。哦，那俺下地干活去了。天给，娘，这2天你就不用去干活了，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，娘也在家陪着你啊。俺是不是也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了？你要是不去干活，地里的活谁干呢？那俺哥为啥可以不用下地？不为啥，娘想跟你哥多待一会儿。才不信呢！娘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行了，都别问了。要是有人问天给，就说天给没回来，啊。天后，走，下地干活去。俺也去。尸体已经处理掉了。师座，实在不行，你就把事情推到俺身上，俺来担着。蠢话！这事儿要担也得由我来担着。你要跟着掺和，哼，不定闹出什么乱子。进来。师座，我听说刘参谋叫那个天给杀了。你的消息真是挺快啊！天给为什么杀刘参谋？请师座把实情告诉我。天给本来是想杀你的，没想到刘参谋做了替死鬼。你要是在，死的就会是你。我？他为什么杀我？
你曾经差点要了他母亲的命，你曾经差点要了他娘的命，后来你又差点杀了他，现在你又把他送上战场。要不是夏连长，他的命就丢了。就冲这些，他不该杀你吗？这么说，天给跟你来就是为了杀我？这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。他恨不得连我一块杀了。你是他大舅，他会杀你？他是个彪子，他管大舅不大舅啊？照师座的意思，刘参谋就这么白白死了。他是我外甥，脑子又有毛病。你说我能拿他怎么办？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我这就给上面打报告，有什么事情，我替他兜着。师座不必向上峰报告，我不会把这事捅出去。眼下大敌当前，我们都应该以党国利益为重。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你我都不要再提。用不着搞得这么草木皆兵的，我已经跟师座把事情摆平了。天赐，娘，你咋来了？东西拿着了？拿着了，俺哥咋样啊？他们都挺好的，还是我大舅跟大宝帮我把计划搞到手的。他们帮着搞的？嗯。哎，天赐，哥，哎，你咋穿上他们的衣裳了？我马上就换过来。李营长，姥姥，石头了，没事吧？娘，俺哥和大宝帮了大忙了。嗯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娘，你们得赶快出去躲一躲。躲？为啥呀？